OK， 做咗10幾年嘅中介，我發現咗一個驚天嘅秘密啊！男人同女人呢，有時候根本就唔係同一種生物嚟㗎。有一次我帶咗對情侶去睇樓啊，啱我先打開隻門，個男人呢就好似警犬一樣啊，冚冚聲衝咗去陽台。地鐵呢，車位呢，充電樁呢，而個姐姐仔佢慢慢咁行咗入廚房，摸咗下個灶台，就未講呢個磚好似有啲難清理喎。我心唔諗，大佬啊，你揀緊係同一個單位咩？後尾呢，我就總結咗一個規律，你聽下啱唔啱啊？男人睇樓就有啲好似買電腦啊，佢會問你 CPU 係幾多核㗎，內存係幾多 G 㗎，呢個單位有幾多方啊，首付要幾多錢啊？煩死了！總之就係參數啱就係好嘢啊！而女人睇樓呢，就有啲好似試山啊，佢會企喺嗰度望住個窗開始幻想。如果我坐咗喺呢度飲咖啡，咦？對面好似係個阿叔喺度換衫喎，太近啦，唔掂。Oh no！ 所以點解好多單都簽唔成呢？佢根本就唔係價格嘅問題啊，而係男嘅覺得呢個配置性價比可以話係爆棚啊。厲害！而女嘅呢，就會覺得啲 feel 仲係爭少少意思。兩個人根本就唔喺同一個頻道上面，點傾得埋呢？所以我而家會同啲客講，你哋兩個嚟睇樓之前，不如先傾清楚，你哋想要嘅係性價比定係身價比啊？如果你都試過同另外一半買同一樣嘢，因為有唔同嘅意見嗌交，評論區話我知邊個贏咗嚇，我買定隻瓜等你。咁係咁先啦，拜拜。